提提大家啦，仲有9日啦，市民到超級市場同埋連鎖商店買嘢啦，要攞膠袋就要俾5毫紙啦。有調查就話啦，8成半受訪市民都會自備購物袋。由實習記者梁家安講下。左一個，右一個，雙手都拎住膠袋。政府希望下個月7號之後，市民多啲用環保購物袋。有市民話，實施膠袋徵費後，會自備購物袋。環保咯，唔好用咁多膠袋咯。因為呢啲膠袋平時都好多時咧都係嘥咗嘅，即係買嘢次次都俾袋咧，都冇咩用，都係儲喺度擺喺度咁樣，當垃圾袋用嘅啫。不過，亦有市民嫌麻煩，唔介意俾多5毫紙。麻煩就係好多時唔記得帶咯，個人買又唔係真係好似好大，你最多咪用1、2個，咁1、2個都1蚊啫。一項調查訪問咗1000個市民，發現部分市民對膠袋徵費認識不足，只有1成嘅人講得出。除咗超級市場之外，仲有邊啲鋪頭要徵費？環保組織建議喺店鋪門口當眼嘅位置放一啲徵收膠袋費嘅宣傳海報，提醒市民少用膠袋。另外，有環保團體發起單車遊行，提醒市民膠袋徵費即將實施，如果唔想俾多啲錢買膠袋，就要自備購物袋啦。亞洲電視記者梁家安報導。